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这风台的消息。讲到这天图风台，伫今透早已经检测做轻度风台啊。这强度是有继续伫咧减，暴风圈也已经换到南部陆地。气象署预测讲，这风台中心将有可能伫咧拜六中昼进前就登陆屏东附近。天气分析师是认为讲，这天图将有可能登陆了后就来试线，若准有登陆，就是今年第4粒登陆的风台，和2008年纪录是并一粒的。直到就拢海峡拢是乌云，伫市区一阵的雨，天候风台豆豆接近，南厝开元港风雨也慢慢增强。花莲市北滨甲南滨海岸地空热风台过境了后，拢是水流差，未复清分。天候风台过来，烦恼南滨大排受阻，市府出动大型机构赶紧清理，不过风险愈来愈强，港区阁出现水流差，居民也烦恼影响船只作业。有一些那漂流木又要进来我们港这边进来了。那随着这个港进来的上港之后，它会往我们的渔港，那里飘进去。他们的话那个螺旋桨，那就会去打到这个木头的话就会受损。19尾仔天图风台已经到越南片西南西边海边，暴风圈已经卡到台湾南边陆地。气象署继续发布大雨特报，提醒高雄、屏东大东甲、恒春半岛雨势愈来愈明显。我们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将会是台风影响台湾最大的时候，特别提醒南部、花莲跟台东地方的朋友要做好防台的准备，并且留意风雨的影响。我们不排除这个台风有可能会在明天清晨到上午从屏东附近登陆，并且通过台湾。气象署表示，影响球台路线变数多，登陆点依然有变数。天气分析师指出，因为太平洋高压开始减弱，雨对天图引导力量减弱，速度放慢，路线比之前有期偏西。安测中心第拜六登陆了后，强度会渐渐减弱。它可能还是会以这个轻度台风的强度的来暴风圈来接触到我们的这个恒春半岛、高雄或者是在台东的陆地。在6日2天来讲的话，它在越接近我们台湾的时候，它的强度是越来越减弱的。也不排除它一登陆之后呢，就马上会减弱成热带性低气压，并且逐渐消散。民间气象公司指出，那天图风台登陆会是隔57年，为1967年吉达风台以来，佫一摆有风台伫11月来台湾。也好几年来台湾的风台数目达到4个，是为2008年以来全年来台湾数目佫达到4个纪录。记者综合报道。